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今日欢迎收看5月21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大内目前人口大约9500多人，其中老大人就占了2成5，需要投入更较侪长期照顾服务来减轻家庭的负担。所以市府甲高雄花莲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合作，以租用面体方式开办第一间 A 级的大内日间照顾中心。根据资料统计，大内区现在人口当中有25%是老人，所以大内区长期照护资源的投入就备受重视。在区公所甲社会局的努力之下，争取到第一间 A 级的日间照顾中心，并由高雄花莲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办理。21号上午由市长王伟哲亲自甲牌启用，市长嘛期待这个日照中心会使让长辈保持身体健康。那我们也要陆续在各地方尽量做一些共餐以及社区照护的活动。那不一定老人都一定要去安养机构在床上哈。那我们希望说他能够上半身能动了，那也就赶快发挥这个腿脚有力的，也能够让他自由行走。这部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有的是坐轮椅的，有的是这个运动手部，有的是运动脚部的。这部分我们都希望说让老人家健健康康的这个过他的退休生活，会比卧病在床好。这个日照据点是提供给我们在需要一些照顾陪伴，好，那白天在家里面人手不足，然后这情况下，那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这边好像是老人的托儿所。好，那当然，它不只是老人托儿所，来这边有很多的活动，会有赋能、复健，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交易或是人际活动的一个促进等等这些。那希望能够说，虽然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可能有一些身心功能失能的状况，但是他能够在社区里面受到更好的照顾。花莲基金会嘛考量到大内区有真侪高龄也则是行动无方便的长辈，因此也特别安排智能治疗师提供长辈个别的护健，同时也有侪体能活动予长辈选择，以达到延缓适龄的目标。华人基金会呢，伫社区式的服务呢，以空间的安全、舒适、尊严为理念因为呢，尤其伫偏乡就医较无方便。所以呢，华人基金会呢，伫偏乡设立的日间照顾中心呢，除了提供生活照顾之外呢，我阁有专任的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个营养师，专注于疾病的管理，个延缓功能老化，互安尼长辈呢受到专业的照顾。长辈伫日照中心除了会使得到好的照顾以外，同时也会使增进社交互动。现在台南已经有44间的日间照顾中心，社会局也努力打造高龄友善的照护环境，同时要让照顾者有休喘的空间，请民众多多来使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说去年市长的选举，甲今年立委补选以后，拼农渔产销的经济变成了政治的显学。对此，台南市政府甲福利中心合作宣传台南不散店。市长吴伟条表示，今年台南农渔产品的销售，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应该有50%以上的成长。马道球场所电视客家沙巴鱼，有这爱文甲关闭往来等10项农特产品，都来是新鲜优质的不散甲加工品。现在更是到时，市府咧并过来市场的通路涨价，和全国民众拢当享受咱当季的不散。选择甲福利中心合作，正式推出台南不散店。市场预估福利中心今年将对农渔产品的采购将突破5亿。去年一整年，台南市的农产品凑合全年的体系大概销售5亿元。那今年我们希望说至少能够翻上1倍以上，至少要10亿元上看10亿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而且这10亿元不是这个低价格低质量的10亿元，这10亿元是有保证价格的10亿元。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对于农民的收益会有直接的获益，而且对于消费者的这个品尝
的价格，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平价的相对的农渔产品的价格。会中甲台南市政府合作，强调是咱前2大供应商的福利中心，除了采购台南的农渔产，透过行销，然后嘛要找出台南特色的物产来讲故事，创造更较侪话题。欢迎全国民众6月13号进前来福利中心享受台南在地好主意。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的5日节嘉年华甲国际凌船比赛6月3号到7号将伫安平运河举行。根据市府统计，今年有161队，大约3800多名选手参加，场面当讲是相当的盛大。所以市府提前开记者会，邀请民众到时做回来热烈来现场食美食。为着要让国际的小朋友会当提前了解端午的习俗甲文化意义，市府举办幼儿体验活动、飞龙闯天关、亲子乐端午，并且由市长拍鼓，指挥大家依照节奏向前迈进，冲破终点线来达到成功。不但小朋友耍甲真欢喜，同时也正式宣告今年2019台南端午嘉年华甲国际龙船锦标赛正式开幕。我们整体的活动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不是人家说划完楼舟、吃完粽子，挺着大肚子就回去了。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那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艺文展演之外，我们还有美食摊位。美食摊位因为一定会拉近大家与饿的距离，肚子饿的饿，所以就会吃很多东西。那我相信安平整体的龙舟赛已经是有历史，而且是有看头，而且又有创新。而且又有许许多多的大家期待的好活动。台南市政府除了规划刺激精彩的龙船锦标赛以外，也有一项主题活动来营造端午节嘉年华的热烈气氛。欢迎所有朋友都会当来现场参观体验，感受无同款的龙船嘉年华。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每一当伫5日节进前，安平区公所拢会汇集各界爱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区内弱势。相关社区之间来开始总动员，白粽、吹粽，唔惊辛苦，相当热情。预计爱包6000啊粽，分散到每一个弱势家庭厝内。来自安平在地的社区之间总动员，大家组织伫活动中心，对备料到白粽相当的熟手，加上户外辛苦的吹粽，拢互人做甘心。因为因拍算伫这2天爱包6000外粽，伫5日节进前送互1000外户的弱势家庭。区长表示，该爱心活动已经连续18天拢无中断，主要是安平的传统嘛是传承。今天呢，还特别给我们来参与的每一个志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名牌。他们每一个因为都是事先报名的12个社区的志工，我们都有他的名字，都把它写上去。然后希望就是因为以前也没有想到这样子，那今年再特别就是帮他们做这样的名牌。那这个名牌不是挂完就好了，它里面有一个小磁铁，它可以放在冰箱上面，当做那个资料夹，可以夹在上面一个便利贴的感觉。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让志工，因为他们真的是出力那感谢他们，给他们做个纪念。那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每年2天下来都要包大概6000多个粽子给我们辖区内的一个弱势那也很希望说可以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有抛砖引玉，也让这个活动可以继续下去。他说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传奇。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善事，万众一心。为了感谢各界善心单位满满爱心，今年除了制作古锥名牌，买以纪念性的邀请卡，予贵宾留念。会中所行政团甲贵宾嘛拼出万众一心、温馨关怀主题，要予区内弱势感受社会温情，并且号召更较侪人投伫公益行列。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现在日本上界流行的健康新知识，就是用氢气来保健。根据研究的证实，氢这个化学分子当中上小的分子会当调整咱的体质，维持好的自由基运作。同时透过吸收，嘛当减轻压力，接续带大家认识业者上新开发的保健产品。用专业的仪器，唔免制作任何伤口，会当透过每一个人的手指头来检查微血管的模样。同时，透过这款方式自我检查家己的身体状况，因为身体每一个部位拢是相关联的。业者嘛提出即马日本上界时行的氢保健，无论是用啉的氢水，或者是制作氢氧气来互民众呼吸，这寡拢是家己会当做家庭保健，而且业者的每一台机器拢是政府合格认证，安全可靠。其实主要这个氢氧气，我们核心技术是叫水电解产生氢氧气。那这个氢气是来对人体的一个作用，因为氢分子医学在日本它已经风行了将近10几年了。他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日本医科大学的老人中心的主任叫做太田成男教授，他在英国的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氢气可以将我们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清除掉。那这个活性氧自由基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人都是靠氧气在生存，但是你只要吸氧气到人体里面，它2%成为叫做活性氧自由基。那这个活性氧自由基在医学上也证实，它是在攻击细胞的。攻击细胞会造成我们的老化，造成我们所有的疾病，造成癌症。那氢气的特性就是可以去选择性的找到2个最毒的自由基，一个叫羟基，一个叫做亚硝酸阴离子的自由基。去找到它以后，把它综合还原成水，变成尿，变成汗，把它排掉。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把这个我们氧气吸到人体里面的活性氧自由基，可以去把它清除掉。呼吸氢氧气会当互身体内部无好的自由基排出体外，就亲像是帮身体去除废物共款，会当互身体变甲更加轻松，嘛更加健康有活力。台湾新闻网早采访报道。一般人若出现心律不整的问题，一定是挂心脏内科。不过，吉米中医部表示，一旦西医无明显的改善，建议会当运用中医药来调理，因为该院已经超过400个案例，有60成以上的病情稳定控制。专工以保稳的心情，对台中前来现身公患的患者讲细表示，一冬来因为心律不整，遭骗各大心脏内科，甚至2冬来接受5摆电烧，互伊生不如死。不过重点是无明显的改善，想要到颠倒是中医的概率，一冬外以后病情已经稳定控制。对病情来讲的话，我对个人现在是缓解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刚刚许部长也有讲了。我以前的那个不整率有20几个%，第一次电烧完20几个%，烧完隔了2天，因为不好嘛，医生又跟我烧了第2次，所以我在3天之内烧了2次。刚刚这个心路历程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难过，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电烧完以后，那种生不如死，早上起来那种心脏波澜，有没有戏一种感觉真的是没有，就像说我干脆不要这么难过，干脆死掉就算了。慢慢是因为靠许医师，现在慢慢我就觉得找回到人生的一个希望，所以我真在这里很感谢许部长对我的一个救命之恩。讲师讲到最后，强讲不出话，实在是上过感动。对此医生表示，心律不整的原因复杂，除了心脏，也有甲状腺亢进、并非电解质失调等等，真正西医无法度处理的，建议用中药做规身躯体质的调理。他本身从小就有一个心气不足这样的一个体质，他现在他的生活，因为他升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劳心劳力，那精神压力都蛮大的。
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加进去这种补脾补肾的药物来稳住它的体力。那另外加进去强心益气养阴的药物给它，稳定它的心脏功能。那再加上疏肝解郁来缓解它这个自律神经的不稳定。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调理之后，它的胸闷心悸很明显的减少，可以不影响到他正常的工作跟生活。那他24小时的心电图，他的心室早期收缩也减到一天里面只剩下5次，将近是正常人的表现。因为中西医向朴素背景的医生表示，救人无分中西医，只要安全可靠有改善，就是上好的治疗。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一般传统的肝癌筛检，若1公分以下肿瘤并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基美核中心引进新型的影像辅助系统，将可能的肿瘤凸显出来。除了减少手术以外，同时嘛当帮助医生找到更较小型的肿瘤。画面当中非常明显的肿瘤，就是透过这个 ICG 荧光显影系统所呈现的画面。亲像安尼的肿瘤，过去的检查并无法度看了非常清楚，但是现在透过予病人注电清滤，利用药剂停留伫肝脏的时间较短，留伫肿瘤的时间明显较长，予医生伫手术的时阵会使参考肿瘤顶面的荧光范围，确定肿瘤的位置甲大小，达到精准测图，减少肝脏组织的损失。这个新型的这个电清滤这个影像辅助系统可以使用在我们肝脏肿瘤像常见的肝癌还有在大肠癌的肝脏转移的肿瘤的病人都适用。那我们是利用这个肿瘤的特性因为这个电清滤滞留在这个肿瘤时间会比一般的肝脏组织来的长所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在手术当下可以看到，肝脏是完全代谢完这个电清滤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凸显出来，把这个肿瘤都找得到。那一般我们目前临床使用上可以找到最小的肿瘤大概0.2公分的一个肝脏的肿瘤，所以在一般影像来说，可能侦测普遍性来说都是在0.5公分左右，所以在影像还没办法侦测到的肿瘤，我们在手术当中就可以把它找出来了。医生强调，这新型的辅助系统虽然较未受到身体组织的干扰，但如果是肝脏表面较深层的肿瘤，可能会因为系统的限制，较无法度侦测到。所以医生也会搭配传统的电脑断层检查，有了这个系统，就会使提高手术成功率，甲发现过去无容易发现的病变。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天气，温度24度到28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21号的中间台电新闻，咱再会。